點解呢部保時捷柴油冇力，越揸越食油？港珠澳人流車流密集，工作日長期塞車，加上經常短途代步，咁嘅情況容易產生引擎積碳。積碳會直接拉低引擎性能。積碳產生嘅主要原因係高功率發動機氣門重疊較大，引擎轉速較低時，缸內油氣渦流黏附於進氣門及進氣歧管，無法及時吸入缸內燃燒。碳較日積月累黏實氣門，就會出現油耗飆升、動力遲滯嘅問題。呢個係用車場景導致，唔係車輛故障。第一種情況就係積碳黐實噴油嘴，燃油霧化變差，燃燒效率大跌。ECU 會自動多噴油維持動力，油耗普遍上升10%到20%，每月油費無形多使一大截。除咗食油，仲會出現怠速震、起步反應慢、冷車啟動唔順暢嘅情況。長期唔處理，積碳會卡實活塞環，最後引發燒機油，甚至要大修引擎。智運行專做保時捷積碳深度清理，使用官方推薦物理清潔工藝，核桃沙噴射清潔優於化學吊瓶清潔。氣門積碳清理乾淨之後，噴油進氣恢復出廠狀態，油門反應翻新車質感，動力隨傳隨到，噴油嘴霧化精度回歸出廠標定，空燃比恢復最優區間，燃燒效率提升，每月油費開支直接回落。及早清積碳仲可以避免過早進行引擎大修。香港、澳門、珠海嘅保時捷車主想保住性能慳返油費，歡迎諮詢。